球重心重，老爷团吹，像大家像肌肉大家也需要么？中间片啊，欧洲那边，大洋洲那边。节目案情菜，我请到伊做亲演看唔到，然后用到头前的米看下来，所以向前来坐，哦，坐下强了的，大家今晚来看。你讲上个后边就比较别扭，然后可能节目上唔摊嚟去表做。好，然後外面睇下一輪表演嘅，花蓮客家合唱團，比睇下一輪表演嘅田板，像睇下裝衫來鼓勵佢哋，來歡迎佢哋。自比係團長第一面老師。拍人家数係違反嚟了，係數係一啲超所以係數成嘅。
有的法典古卷，也是也比像是咱艺术上的词，就是讲好的选手。在越南，像我们现场现场，很多法典从法典内一个样法典出来，很多法典来想看书，很多法典想看书。哦，好像有一听到这个这么的骄傲，这么的牛高风靡第一法典来嘛，其他人法典来，睇下都講關係，即係嗰個係一個IVB睇下來表現嘅，睇下係法典了，真來了，就睇下造成了嗰樣結果。
大概无诶，亚来强吼，台八年也还陆客还是，一般学青岛，所以佢就过意思啊，一般佢谈的是国诶，但过到客家国诶，哦，实在真神奇。乃可以奇怪咧，做嘛个法典全部写来过喏，个法典写过咧，修理意思错嘛。而家見到嗰邊睇下表演嘅，就係客家妹，請大家用呢個做法嚟分享下。